天氣方面，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，預料本港吹西北風，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。晚上11點，強烈大風暴苗柏集結喺香港天文台東北大約30公里，即係北緯22.5度、東經114.4度附近，預料向偏北方向移動，時速大約20公里，橫過大鵬灣。預料苗柏即將喺大鵬灣沿岸登陸。隨住苗柏登陸，香港嘅風向會由西北逐漸轉為西南，其南面嘅雨帶會為本港帶嚟狂風大雨。預料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會喺凌晨維持一段時間，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湧浪，市民應該遠離岸邊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喺晚上嘅9點半至到10點半，天文台錄得橫瀾島、大老山同埋青洲嘅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77、72同68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每小時91、99同埋94公里。本港今晚同埋聽日係吹強風至到烈風程度西北風，聽日轉吹西南風，多雲有狂風大驟雨同幾陣雷暴，海面有非常大浪同埋湧浪，氣温介乎25至30度。聽日稍後風勢逐漸緩和，雨勢減弱。展望隨後2-3日仍然有驟雨。而家氣温27度，相對濕度83%。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生效。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。